今日 TVB 港姐面試嘅佳麗咧，質素都非常之高啊！我都能嚇跳，然後得啖笑。最受矚目嘅，首先講達哥，形容得非常之似，仲要有幾分似如花。跟住咧就有啲另類，身形有少少飽滿嘅佳麗啦。然之後就講呢位佳麗，啲牙就非常之獨特。但係其實我反而喺佢哋身上揾到啲好值得欣賞嘅嘢，就係佢哋好勇氣可嘉。呢啲咪叫女中豪傑咯，唔係勇氣係啲乜嘢啊？你知咩叫勇敢咩？勇敢就係當你面對危險、困難、不確定性嘅同埋恐懼嗰陣時，仍然保持行動啊意願同信心，不退縮、不屈服嘅品格特質。所以一定要頒個勇氣大獎俾佢哋。就好似當初我嗰陣時叫啲朋友一齊做自媒體創作拍片，你知唔知佢點同我講？佢話吓，要上鏡，拋頭露面喎。如果俾所有人見到咁點算？你估而家我叫你拍鹹片咩？傻傻地嘅你真係多冇你啊！而家就算拍鹹片啊，你驚冇人睇好過啦。所以咧，我都唔理佢咁多，唔需要理人點評價你。所以唔好笑人。所謂讀書不是求分數，選美都唔一定要攞冠軍嘅。參加比賽都係一種體驗同經歷嚟嘅啫。反而我喺身上揾到一啲商機啊。就正如身材比較飽滿嘅，應該有啲健美嘅 sponsor 要揾佢瘦身。如果牙齒唔係太靚嘅，應該有揾一啲牙齒嘅 sponsor 幫佢做代言人。因為話晒佢哋而家都香港都有啲出名啦，一定有願意有人 sponsor 你哋嘅。如果你哋想揾香水嘅 sponsor，即管揾我，一人送一支。一俾啲鬼佬睇到，以為我唔夠錢食添。如果你身邊有啲咩朋友覺得佢更加有潛質參加選美，又或者想向我攞香水嘅 sponsor，即管留言香水，然後 tag 你個朋友。如果去參加選美，莫講話送香水咁簡單，成台麻雀送俾佢仲得啊！一公就變副麻雀出嚟都得。最後，我祝福呢幾位佳麗旗開得勝，凱旋回歸。而家用我嘅香水嚟祝福你。以前有一位撒鹽哥，佢已經收咗皮，而家就有我香水哥幫你做一個簡單而隆重嘅儀式。多謝大家。唔揾我冇所謂，因為呢啲係你嘅損失。10點後鐘唔好打嚟，因為我瞓咗。發神經。